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今天先看这个第一财经日报，它有个报道因为这两天好像那个房地产股票有所反弹。为什么反弹呢？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说传统房企大变身，靠不务正业连收涨停板。他说房企不干房地产，那还能干点啥呢？说近期很多老牌房企正在这个问题上探索答案，公开宣布要向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转型的东莞房企粤宏远 A 说，顶着4500万元至6800万元的年度预亏业绩，却实现了股价飙升，不到2个月已经涨停了9次，还收获了一次6连板。过去10年间，房企转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一次转型似乎更加汹涌澎湃。从新能源、新材料到高端装备制造，房企们纷纷瞄准高科技新质生产力领域，这场转型大戏将如何上演？房企欲搭乘工业母机风口，说的就是广东房企粤宏远 A， 实际上就是这个粤宏远呢，作为房地产开发商连年亏损，然后呢，他就要去收购一个叫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叫博创智能。而这个博创智能干什么的呢？它就是一个搭上热门概念叫工业母机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就这家企业2次 IPO 未果，所以这个一个是连年亏损的房企，一个是上市2年未果的，然后双方一拍即合，粤宏远要去收购这个叫博创智能工业母机这不就是各取所需吗？一个传统的房企摇身一变，有可能就成为一个智能装备这个智能制造工业母机的，对吧？一个高科技行业。不光是粤宏远还有宁波的老牌 A 股上市房企叫宁波富达，又是一家房企，也于1月16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计划，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宁波金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叫金星材料控股权，切入光伏银粉为主的电子专用材料领域。消息一出宁波富达的股价也迅速次日触及涨停。这个宁波富达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商业地产运营和水泥建材，在宁波拥有多家中高端购物中心。它的前身就是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富达现在由房地产开发商摇身一变，变成光伏太阳能发电的一个供应商。还有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叫大变身已经跟房地产没关系了，靠不务正业连收涨停板。这个就是咱们沪市的魅力，对吧？这家企业本来是搞房地产开发的，现在楼市低迷，对吧？这个房地产业务难以为继。虽然有很多专家还说这个什么房地产是朝阳行业，但是这个沪市的这些房企已经扛不住了，挺不到那一天了，他们纷纷面临退市。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把原来的业务给它置换出去，收购新的业务，把原来房地产的业务就剥离出去，在市场上收购这种所谓的光伏、什么工业母机这些高科技概念，装到这个上市公司里面。这就是一种资本运作，偷梁换柱，狸猫换太子。这个上市公司它已经不是房地产企业了。所以这么说的话，你要说传统房企大变身，这说法也不对，因为这个房地产企业它的房地产业务已经剥离出去了，这是我们沪市特有的。你看就这个粤宏远他收购的这家叫博创智能，你说这个是不是叫奇葩？这个博创智能2次 IPO 未果，那就是说明它上市是不行的，上不了市，但是它却能被上市公司收购，这个你怎么看你都感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个粤宏远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博创智能60%的股份，交易完成后，博创智能成为粤宏远控股子公司，粤宏远将从传统房地产业务向高端装备制造领域转型。这是不是资本运作这个股价一下就从2.9块窜升至5.5块，很快就翻了1倍。以我的观点像粤宏远这种房企连续亏损，这种企业就应该退市，不能再让他们玩这些把戏对吧？什么把主营业务换掉，摇身一变变成一个高科技行业，割2年韭菜，到时候又是不行，再摇身一变把这个什么工业母机给它踢出去，再去收别的公司，收这个算力公司收这个 AI 公司，又讲一个新故事。就像那个什么，有一家我记得武汉的有一家这个餐饮企业是叫湘鄂情吧，我这不一定记得一个上市公司1年改一次主营业务，哪个火的就改什么这就是我们沪市的奇葩现象。本应该退市的，却容忍它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讲故事，对吧？垃圾企业、垃圾项目抱团取暖。那个工业母机博创智能如果真好的
的话，它能够单独 IPO。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啊，这个是王博明啊和这个陈怀之间他们那个反弹，他们主要谈这个中国房地产还能回到18亿的规模，因为这个最近不有学者说吗？咱们房地产还是朝阳行业，那么朝阳行业对吧？那你跟过去比是升了还是降了？发展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这个才能叫朝阳行业。最起码啊，你未来你还能不能这个销售面积啊？这房地产的这个还能不能到这个18亿平米的这个规模？那大家看这个王博明和这个陈怀之间的这种反弹，大家看视频啊。18亿到13亿到10亿，没有大比例。黄奇帆老先生他跟我说啊，我不跟别人 PK， 谁跟说年轻人结婚就非得买房子呢？那你的结论是在说？我没结论，不是你这是暗含着是有结论。我一定还要回来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从21年到现在，这么大比例的平米的减少，没有大比例啊，18亿到13亿到10亿，房地产的需求还有一特点，它不是每年均衡的，是今年卖100个，明年卖105，后年卖110，是吧？今年卖100，明年卖70，后年卖120，有可能。为什么呢？它有这么一特点，吃饭这种需求，是没有前置后错周期的。你不可能把昨天的需求推迟到今天，你也不可能把明天的需求提前到今天来吃。哪天的需求就得在哪天释放。买衣服行，但是买衣服这个需求的前置和后错的周期不超过1年，房子前置后错周期3到5年。结婚都是没买的，孩子都2岁了才买，行不行啊？它可以有前置后错周期，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有明显的大小年，它可以把前置后错集中在1年释放，3年前的集中到今年，和3年后的也提前到今年，以后又下来，这个波动说明不了问题。好，那我得在这儿打住一下。那你的结论是在说？我没结论。不是你这是暗含着是有结论。你说就是在解释当前的问题，是说就有可能一个周期一过，还可能回到18亿。我在问，这是不是一个节点？就是说，今后房子会进入一种叫有序吧，可能有在10亿左右晃荡啊。那个黄奇帆老先生他跟我说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平均5平米的房子啊，这个到今天为止，现在他说大概40平米左右的这个平均啊，人均。那40平米左右代表什么？到欧洲也就是人均40平米左右的这个房子会进入一种调整，好像现在也都发生了。那按你的说法来讲，这房地产周期性的啊，然后这个还可能再回去，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跟别人 PK， 你来说你的观点。我不讲我个人主观观点，咱们讲客观规律。我一再说，房地产这东西的需求啊，媒体喜欢说一词儿，叫刚性、刚需，是不是常说啊？什么叫刚需啊？他说年轻人结婚娶非得有房子，谁跟你说年轻人结婚就非得买房子呢？对不对？刚需就是没房子得有房子，然后有房子得改善。这房子这个概念根本就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啊！经济学有刚性需求这一说，但是当人们吃饱饭，这个不会因为馄饨降价你吃2碗，会吗？这就叫价格需求刚性。什么叫弹性呢？假定一个17、18小姑娘是吧，挣3000块钱，每个月最多挤出600块钱用于住房消费，那买房想也别想。租房都得跟人合租，干了半年，试用期一过，不错，工资涨到3000涨到4000，收入增长了33%，对吗？他每个月敢拿出1200用于住房消费，也就是收入增长33%，他的住房消费能力增长100%。越是你说买不起房的人群，或者是在中间往偏左的这个的人群中，他们的住房能力的弹性程度反而越高。什么人的住房上是有需求刚性的呢？价格刚性或者是收入刚性的呢？穷人和富人，而不是结婚娶媳妇的人。比如说北京把低保每个月提高80块钱，享受低保的人群是不是就由此就买得起房了？还是买不起？
马云今年这多挣钱少挣钱？电影明星今年片酬高还是低？影响不影响他住得起什么房子？不影响，不影响。这两端人群的收入变化或者价格变化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影响，这叫刚性。那么我们现在就这个，实际上我们刚才讲这段故事是在想，第一个是澄清一个概念，什么叫刚性，什么叫弹性；第二个更重要，想说明我们正处在触发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从20岁到30岁，30岁到40岁，他们的收入就在较快增长，住房消费能力比他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得多的高弹性阶段，而不是所谓刚性阶段。哎，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还挺好的。首先，他告诉我们，对吧？这种需求啊，尤其是房地产需求，它是可以这个叫错配啊，它跟这个吃饭穿衣还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刚性，什么叫刚性需求？这里面啊，陈怀他解释了什么叫刚性需求。我觉得他说这个啊，你的收入啊和房价之间，就是房价它的这个涨跌啊，对这个收入两头的人是不敏感，也就是穷人，对吧？你涨你跌，反正人家不买；富人呢，你涨你跌，人家该买还是买。那这房价涨跌还是影响中间这一步。实际上啊，咱们一直以来都说啊，这个房地产能不能企稳，还得看韭菜的收入。就到现阶段啊，对吧？韭菜的收入在增长，对吧？它的收入增速啊，比你这个房价的增速要快，那么你楼市啊才有企稳的可能。所谓的刚需啊，是指你能够买得起房的情况下，能够负担得起房这个按揭贷款，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刚需，对吧？否则都是伪刚需啊。这个咱们节目一直强调。这个王伯明说啊，刚需就是没有房子的想要一套房，这叫刚需；然后有房子的想住好房子，这也叫刚需。他这个说法也没错，就我一直这么观点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收入增长了，对吧？你一年在现在的这个房价情况下啊，这房价如果不涨的话，你一年收入100万，那你肯定要买房啊。你买了一套，你还买第二套，对吧？你也可能在北京买一套，你还跑到杭州再买一套，完了你跑到三亚再买一套啊，甚至有可能你还跑到哈尔滨再买一套。为什么呢？你有钱呢，你不买房你干啥呢？买了房子自己，中国的不论是皇帝还是地主，反正有点钱的都到处买房子置地啊，这是传统啊。你说你不想，那是你因为你没有钱啊，等你有钱了你就会这么想，就这么简单啊，对吧？你说你理解不了买房子，那是因为你没有钱，你钱没有达到。你比如说啊，今天是财联社报道啊，上海静安一地块出让楼面价超16万元，什么意思呢？静安一地块出让楼面价超16万元每平米，上海单价帝王纪录有望再次被打破。据上海土地市场官网信息啊，说位于静安区静安寺附近2宗地块2月25日以协议方式出让，其中静安区静安寺社区啊，这个有个地块啊，出让价格是48717万元，土地面积0.21公顷，容积率1.44%，土地用途为普通商品房。土地的面积啊乘上这个容积率，应该就是你这个商品房的面积。那你再把那个地价呀除以这个面积，那就是每平米楼面价。以此计算的话，该地块楼面价高达161101元每平米。若该地块出让成功，其楼面价或刷新去年8月绿城所拍徐汇区斜土街道地块131045元每平米的楼面价记录，有望成为上海新的单价帝王。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它楼面价就是16万一平米，我们就说建筑面积啊，建安成本5000吧，那它的那个房价都不能低于17万了。这个房子盖好了，估计至少啊20多万一平米，什么概念？它是住宅啊，普通商品房，说明有钱人还是不在乎房价贵，对吧？你就是20万一平米，照样有人买。所以这个也啊，正好验证了这个上海啊，这豪宅不是日光吗？对吧？5000万的房子一天就卖完啊，这个咱们就是扯这个什么刚需啊，所谓的刚需还是跟你收入有关系，对吧？当你有几个亿的时候，恐怕你买这种房子就是刚需。反过来说啊，你没有钱，那你谈不上刚需啊，需求就被压缩了，对吧？你没有钱，那你就老实说服自己去租房，所以还是跟收入挂钩啊。我们再看两个房地产的新闻，一个是第一财经报道啊，说杭州富阳区买房补贴5年高速费。我记得这个好像前年已经报道过，是5年高速通行补贴。杭州富阳区发布房地产扶持政策交通补贴受理公告。据富阳
阳发布2023年11月13日，富阳区政府印发了杭州市富阳区提信心、扩消费、促发展相关政策。根据相关规定，自2025年3月1日起受理富阳区房地产扶持政策，叫交通补贴办理。本次补贴内容为购房人和其配偶名下的小客车，按照一房两车原则，在受理通过后5年内享受交通补贴政策。申报时间为购房人在办理好所购商品住房不动产权证可提交申请。本次申报对象为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在富阳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非富阳籍购房人。这个富阳啊，我也去过，那富阳离杭州城区还挺远的。我的印象里面，这个《水浒传》那小说里面，他们打番蜡的时候，好像还路过富阳。从这个新闻可以看出啊，这个杭州的楼市啊，它也是结构性的，就是有的地方，比如说未来科技城或者什么滨江区啊，恐怕这个受到热捧。但是你说边远的地方、偏一点的地方，恐怕也是无人问津啊，接着出各种刺激政策，对吧？刺激你去买。那这个富阳拿出来政策就是5年高速通行补贴。我不知道这个从富阳到杭州这个高速费多少啊？我记得以前那个京通快速啊，就20块钱，应该10块吧。我们按20算啊，你每天来回就40块钱，2辆车就是80，一个月大概是1000多块钱吧。一年下来2辆车，你就是上班嘛，通勤高速费大概能省个1万块钱，5年就是5万啊。这个我是按多的算啊，这也是为了刺激啊，这个很多人到富阳去买房。我们再看条新闻呢，同样是杭州啊，说6小龙出圈，杭州楼市回暖，杭州20房单周成交量创年内新高，去年最低成交价是750万元带车位，目前的成交价基本稳定在850万元左右。杭州上城区一经纪人介绍啊，该区域保利一楼盘成交价格有所上行。伴随着杭州6小龙火速出圈，以及杭州土拍市场的帝王频现，杭州房地产市场表现也引发关注。机构监测数据显示，杭州二手住宅成交量自今年第6周起快速回升，且已连续3周上升，第8周成交量创下2025年以来周度成交量新高。新房市场也稳步复苏，第8周杭州新建商品住宅成交589套，较1周前上涨 4.25%。 有业内人士认为啊，说杭州作为优质城市，加上6小龙的出圈，市场复苏较好。同时开发商看好后市，高溢价拿地现象表明房企对市场的乐观预期，这种信心会传导至购房者，进一步稳定和提升市场预期。你看啊，还是难能免俗啊，鼓吹杭州6小龙还是对吧，多多少少都是为了炒房啊，对吧？这个对6小龙的炒作以及这个开发商竞相高溢价拿地，实际上就是向消费者传递一个信息，再不买晚了房价也涨了，对吧？这种信息啊传导至购房者，进一步稳定和提升市场预期。这不说白了就是告诉那些潜在的购房的人，你再不买来不及了啊！我们这可是有杭州6小龙啊，这资金都来了啊，投资人这个打工的都蜂拥而至啊，房子马上就不够用了啊！一边啊是这种叫炒作，房价还要涨，一边是政府疯狂的补贴交通费。杭州楼市的真相恐怕就隐藏在这些新闻里面，对吧？你要去对比着去看。我们再看一个深圳的啊，这个是新浪财经转发每日经济新闻的一个报道，他说啊，5折清盘的风吹到了深圳豪宅板块，深圳豪宅区公寓5折清盘，原价1200万，77平米的户型，现价560万到580万，285平米户型原价3400万，现价1860万元，从最高11万元每平米降至6.5万元每平米。5折清盘的降价风吹到了深圳核心区的公寓。近日说，多名中介和房企人士在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发布深圳多个豪宅类商务公寓清仓消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解到，老牌豪宅区香蜜湖板块东海国际公寓以及南山西丽、什么金众麒麟府、福田红利西路、深业中城等项目关注度较高。你看啊，最近的新闻是深圳的楼市大热，成交量价格都在上涨，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啊，深圳都在涨，回暖，对吧？创下3年来的新高等等。但是这个每日经济新闻今天的报道呢，豪宅5折卖，5折清盘。上海的豪宅是日光5000万的房子，对吧？一天就卖完了，怎么到了深圳现在变成3400万的房子，现在是1860万，打5折。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为什么深圳的豪宅要5折清盘？香蜜湖我是知道的啊，香蜜湖那儿那个夜市啊，大排档，对吧？那是一条街啊，
那你整个的里面都是吃喝的。我的印象是香蜜湖那附近有个华侨城吧，那也是豪宅啊，那儿的房子动不动都上亿的，怎么香蜜湖板块也5折清盘呢？这个每日财经的报道很长啊，咱就不念了，只是这么个现象，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啊。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楼市有没有稳住，房价有没有见底，房价是不是见底了要回升了。我想啊，就是关注楼市的人都是特别关心这个，所以他就容易被中介这个制造的焦虑啊所困扰。我一直在节目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就是你要判断你那个地方房价有没有见底，是不是见底了要回升，楼市有没有稳住，你只要看它还出不出政策，它还刺激不刺激楼市，只要它刺激，那就说明它没稳住，就这么简单啊。只要它还没后面还出救市政策，那就说明它房价也没稳住。只要市面上还在传言说要放开限购，那就说明楼市还没稳住，就这么简单。只要过几天还要降息，对吧？对这些按揭贷款的还要降息啊，那就说明房价还没有稳住。就这个啊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对吧？它出政策你可以看到啊，它只要出政策就说明没稳住，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判断。至于说啊，你们的收入有没有增长？这个因为大家个人感受不一样，你说你收入下降了，有人说我收入涨了，对吧？我加薪了，这个因人而异，所以不好判断。你要看统计局的数字，那我们的收入都是在增长，房价没涨，我们的收入在涨。按理来说啊，对吧？如果再这么持续个1-2年，那房价就稳住了，因为我们收入在涨啊，房价没涨啊。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说啊，如果看收入这个不太容易看出来，你就看政策，对吧？还出不出救市政策？最近是吧？这个网上的小作文说这个3月份啊，两会期间要出台这个更加劲爆的政策，深圳啊全面放开限购，北京市5环外放开限购。你只要他传这种小作文，那就说明楼市啊还是岌岌可危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啊，说某个城市某些地段或者某个项目，对吧？它的新房价格在涨，这个你不要担心自己听错了，很有可能真的在涨，对吧？那个恐怕跟它的算法，对吧，有关。它的得房率高了，你本来买个房子实用面积只有70%，你现在买个房子你得房率是120%，那它房价往上涨一点，那也是很合理的嘛。综合算下来，实际上房价还是降了，对吧？这些都是特殊原因的，对吧？有的那个项目啊，它的位置就是好，独一无二，它卖的就是贵，那也没办法，对吧？即便是鹤岗这样的城市啊，它也有7-8间1平米的房子，对吧？鹤岗它也不是所有的房子都是3万一套啊，所以说啊，还是要这个区别对待，我们避免一概而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